從聖經真理點亮生命，從心靈故事啟迪人生。靈命日亮，每日與你同心同行。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祈求聖靈幫助我哋以專一敬畏嘅心，聆聽聖經嘅教導，親近上帝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嘅主題係唯一可靠的。先聽我讀出歌羅西書1章15至23節嘅經文啦。第15節，愛子是那不能看見之上帝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，因為萬有都是靠他造的，無論是天上的、地上的，能看見的、不能看見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執政的、掌權的，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，又是為他造的。他在萬有之先，萬有也靠他而立。他也是教會全體之首。他是原始，是從死裏首先復生的，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。因為父喜歡叫一切的豐盛在他裏面居住。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藉着他叫萬有，無論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與自己和好了。你們從前與上帝隔絕，因着惡行，心裏與他為敵。但如今他藉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們與自己和好，都成了聖潔，沒有瑕疵，無可責備，把你們引到自己面前。第23節，只要你們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穩固，堅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動失去，原文作離開福音的盼望。這福音就是你們所聽過的，也是傳與普天下萬人聽的。萬人原文作凡受造的。我保羅也作了這福音的執事。生長喺嚴寒氣候嘅樹木呢，係會透過硬化呢個過程嚟預備過冬。樹木嘅水分會從細胞排出，避免細胞結冰嘅時候膨脹，就導致樹幹爆裂。而殘留喺細胞罅隙嘅水分呢，係屬於純淨嘅，亦都無法形成冰晶。而喺呢一種狀態底下，即使溫度降到去零下40度都好啦，樹木亦都唔會裂開。樹木每一年都會喺相同嘅時節進行硬化過程，因為佢哋會依據日照縮短嘅固定節律，佢哋呢唔會將生命寄託喺可能反常溫和嘅氣候，而係信賴太陽，因為嗰個係唯一可靠嘅。創造太陽嘅耶穌基督遠比太陽更可靠。喺歌羅西書嘅1章15至17節就睇到佢係那不能看見之上帝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受造的以先，因為萬物都是靠他造的，並且萬物也靠他而立。喺邊個話俾樹木聽每一年要幾時應該硬化呢？就係上帝嘅愛子耶穌基督。佢讓太陽每一日清晨升起，喺晚上就落下。佢讓月亮控制潮汐，讓每一個細胞中嘅電子轉動，讓你嘅心臟跳動，以及肺部充滿氣息，並且喺你心碎嘅時候扶持你。
維繫世界嘅運轉，並非係大自然中嘅某股力量，而係超越自然之外嘅嗰一位。佢嚟到自己所創造嘅世界，係為咗叫萬有都與自己和好，其中亦都包括你。喺呢一個不可預測嘅世界之中，你擁有唯一可靠嘅事，就係正如1章22節和合本修訂版嘅經文所講，耶穌必把你們獻在他的面前，成為聖潔，沒有瑕疵，無可指責。各位朋友啊，有啲咩事情讓你恐懼不安呢？知道耶穌掌管世界嘅大能，點樣幫助你求告佢，放心信靠佢啊？歌羅西書1章17節，他在萬有之先，萬有也靠他而立。讓我哋一齊禱告主啊！親愛嘅主耶穌，今日無論我遇見啲乜嘢，我都信靠你。奉主耶穌基督之名祈求，阿門。靈糧透視。喺歌羅西書，使徒保羅就駁斥關於耶穌身份嘅錯誤教導，並且清楚闡明耶穌嘅身份、神性同權柄。耶穌係上帝，係創造並且維繫萬物嘅主宰，係佢新創造嘅群體，即係教會嘅元首，係救贖主。佢藉着喺十字架流血捨命，拯救咗你同我，讓我哋與上帝和好。保羅讚頌耶穌作為救主嘅超越性同充足性，就係2章9至10節新普及譯本所講：上帝本性的一切豐盛圓滿，都住在基督的肉身之內。你們藉着跟基督聯合，也得以完全了。基督是所有統治者和掌權者的元首。而喺第7節新普及譯本，保羅亦都勸勉信徒話：你們要在他裏面扎根，讓你們的生命得以建立在他上面。我哋喺耶穌基督裏嘅救恩係確定嘅，無論面對邊一種嘅處境，我哋都可以信靠佢。求聖靈幫助我哋好好活好今天，繼續靠主前行。如果你對今日嘅內容有所共鳴，邀請你可以轉載同其他人分享，又或者可以下載靈命日糧嘅手機應用程式，繼續收聽其他嘅屬靈材料。甚或你都可以留言同我哋分享，彼此代禱。願上帝賜福於你。